哟，它两侧瞳孔已经是针尖样大小了，然后叫不应的，很小。有喝酒吗？有。喝酒了吗？对，然后吃安眠药的对吧？看了这个。OK， 我知道了。吃了几片 ？How many？ 吃了几片？我不知道，100我不知道。药盒有没有？我不知道这个在哪里。吃了几片不知道，还是有没有吃不知道？吃了几片？吃了还是没有吃？知不知道？吃了一点点。吃了一点点。然后多少？我之前他100红酒。哦，红酒也喝过了。现在他不是非常好。嗯，红酒喝了多少？一瓶。一瓶可能。然后我回来了，我这个。他不可以。他平时安眠药吃那个酒精都对中枢神经有镇静作用，叠加使用会提高对大脑活动的抑制，引起药物中毒，甚至诱发呼吸困难、心脏骤停等危险现象。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？Together, go to the hospital。不可以。我们单独送他去。我有钱，没问题。不，you must go to hospital with me。带去，把他们两个带去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好的。好吧，他需要有人照顾。氧气先给他吸上，那个输液给他先输上啊。背心就来了，这个老爸给孩子穿了个背心就来了，挺开心的，这些孩子都。You can take phone to your friends。爸爸。They can 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。不可以。好吧 ，OK。2岁半。2岁半，哦。Kom, kom, kom.